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返到 J Talk。今日我哋會講一個近排好多人討論嘅話題，的士業界要求政府用400萬回收每一個的士牌照，值唔值得？應唔應該？一齊睇下佢哋點解咁講，再分析下當中利弊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。香港的士業界最近向政府提出一個建議，希望以每個牌照400萬由政府出錢回購現時街上運行的士所用嘅經營牌照。簡單啲講，就係政府，即係你我同大家納稅人，要拎公帑出嚟幫手接貨，買翻啲根本已經冇市場價值嘅牌照。呢張的士牌其實就只係一個營運許可證，唔係資產，唔係樓，唔係金，冇升值保證，冇投資保障。當年入市炒牌係市場風險，今時今日生意差就想靠政府回購，揾袋400萬。香港變慈善機構咩？係咪當大家傻咗啊？邊有投資係實賺㗎？嗰支持者點講？佢哋話咁樣可以改善業界營運環境啦，可以幫一啲揸咗幾十年車嘅師傅退休啦。的士市場萎縮，賣又賣唔出，點算好？聽落好似有啲道理，但係再深層次啲睇，所謂業界唔係淨係得揸車嘅師傅，仲有好大部分係投資者、炒家、中介公司。你估真係每個持牌人都係嗰啲朝七晚七開工賺錢嘅司機咩？其實好多牌照一早就係用嚟收租，即係月租萬幾蚊租俾司機揸車，佢哋就收足10幾20年租。依家牌跌價就話唔公平，要政府回購，呢啲叫咩？投資有賺冇蝕。過去10年市區的士牌照由約720萬跌到200萬，綠嘅牌照從近600萬跌到125萬，跌幅超過70%。特首李家超早前被問到政府會唔會考慮回購的士牌照時候，佢話任何改變都會諮詢業界，任何動用公帑必須極度謹慎。市民對的士嘅服務未達要求，有好多聲音，有好多意見，的士業界必須重視，亦要考慮整體公共利益，唔可以單方面處理。不過政府如果真係拎錢出嚟幫呢班投資失利嘅人兜底，咁炒股炒樓蝕咗又點？炒 Bitcoin 輸錢要唔要回購先？講到底呢個所謂公共利益邊度先係公，邊個先係益？今時今日啲的士冇人搭，係因為各種網約平台已經改變咗大家出街搭車嘅習慣，同埋的士質素差、態度差，短程唔去，塞車唔去，唔過海，冇電子支付，收費唔清晰，啲問題多到一籮籮。我諗大家都有目共睹，唔係市民唔支持的士，而係的士業冇進步。咁多年以嚟冇科技改善，冇服務提升，抗拒改革。如果一個行業靠政府嚟維持，唔係自然競爭淘汰，咁就同國內嗰啲僵屍企業有咩分別？其實最諷刺係，當年幾多持牌人炫耀自己張牌升值幾多，喺報紙雜誌接受訪問話退休靠呢張牌，買樓靠收車租，將的士牌照當成鐵膽資產，仲有人自誇話一生人買嘅最值錢投資，結果今日淪落到要叫政府救命，400萬仲要係每個牌，唔係全部加埋嚟計。你當年收租賺幾多，依家蝕少少就要政府幫你套現。呢啲人輸唔起扮可憐，調翻轉頭壞社會唔公平，呢啲真係屙屎唔出賴地啱。而家叫政府拎錢出嚟回購的士牌照，以一張400萬計，18000張就要高達720億。冇錯，720億呢個數字可以做啲咩啊？可以興建20間醫院，建設200間中小學學校，或者直接派錢，每位香港市民可以分到接近1萬蚊。但係而家竟然有人話呢720億應該俾我哋，因為我哋買咗的士牌照，依家冇錢賺或者蝕錢，所以政府要回購翻。呢種扭曲嘅所謂正義，大家同唔同意呢？退一萬步講，假如政府真係肯回購，咁以後所有有牌照有權益嘅行業係咪都可以照板煮碗？只要夠聲大有組織就可以威脅政府做嘢，而且一回購咗落嚟，政府會唔會變相壟斷的士市場？咁自由競爭、私營市場價值去咗邊？又會唔會鼓勵更多投機？下次有人炒其他行業炒輸咗，係咪又話政府你都回購過的士牌照啦？依家都應該回購埋我呢個行業。如果真係想救的士業，不如由根本出手。政府可以考慮引入的士營運牌照與車輛分離制度，取消炒賣空間，可以提升考核標準，鼓勵年輕司機入行，可以推行全電子收費，提升車隊形象，真正對市民對司機都有益嘅方向，唔係買牌照，而係改革。電子支付既可以方便乘客支付，又可以阻止不法之徒逃稅，對政府嚟講真係一舉兩得。今日話要回購的士牌照，第日係咪會有建築商要求回購地皮？股票經紀要回購股權？我哋每一個香港人
都應該關心呢啲用公帑嘅決定，唔係因為我哋好憎的士，而係因為我哋好憎唔公平。最後的士牌照回扣呢單嘢係少數投資者遊說政府幫手套現，唔符合公平原則，唔值得納稅人埋單。建議政府應該聽市民嘅聲音，切勿重蹈覆轍。講到尾，我唔係唔明業界難處，跌咗幾百萬唔係講笑，但係我更加相信香港唔可以變成一個炒得贏就代，炒輸就政府賠嘅社會。呢啲的士牌照當年有人炒到700幾萬一張，賺嗰時靜雞雞，而家蝕咗就話制度唔公平，要全港市民埋單。我覺得回扣唔係出路，改政策先係正確嘅道路。舊制度走唔到落去，就要有勇氣斬纜。如果唔係，只會俾拖住晒，進步唔到。呢單嘢你又點睇？的士牌照應唔應該用納稅人錢去回扣？720億係咪真係要回扣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，大家一齊討論下。中意呢條片嘅就記住 comment、like、share 俾朋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 J Talk，唔好俾人呃走你啲稅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